根据野生动物保育法，去年确定未来要全面禁用铁虎。不过，动物团体所发动的这禁用山猪条公投，是去予中选会来驳回，竟是提起行政诉讼。这一张的相片，拢是野生动物和农动鸟保护山猪条业着伤的画面。去年动物团体发起全面禁止使用山猪条的公投提案，大约有5400人联署，尾也顺利送件。规定中提案受到中选会驳回，原因是全面禁止可能会碍着法律对原住民拍拉权的保障。动物团体后来提出修正，认为会当制定例外原则来保障原住民的权利，但要是予中选会驳回，所以动物团体拜三决定提出行政诉讼。中选会居然说我们的山猪钓会违反原住民狩猎的权利哈，那兽夹本身是不是违反原住民狩猎的权利呢？兽夹跟山猪钓都是陷阱，包括像兽夹目前也是禁止的，那包括用那个猎枪也是在某种特定状况底下才有开放，并不是说原住民想要用什么方式就用什么方式。那所以我们觉得，就是说中选会对于这个条文的解释是已经超越了它的文意，那也超越了它的精神。但是野保团体认为，全面禁用山猪条需要谨慎思考，除了牵涉原住民拍拉权，目前农民的农损防治也会用到。全面禁止颠倒有可能让山猪条地下化，如何管理？因无支持全面禁止，建议制定管理规范。假设真的踏板踏上去，动物被套住之后，那它也可以减少动物在陷阱上面的伤害，也就是在动物福祉上面可以做一个稍有一些改善。对，那它的套索不会因为动物的挣扎而越挣扎越紧。支持全面禁止的律师是表示，目前敢若铁虎明定禁止使用，这届公投案伫提案阶段就互中选会动起来，所以无法度进入更较详细的讨论。希望行政法院会使撤销中选会决定，互禁用山猪条真正进入甲大众讨论的阶段，找出平衡。记者张家佳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